随着疫情爆发，但市每一天拢2000多位确诊人数，其中安南区都有1000多位。公司持续配合防疫政策，执行居家检疫者的关怀作业。对10号到16号通知确诊者到公所来领关怀包，已经发出472位。商务市长每天嘛特别高调关心防疫工作，除了希望确诊者安然度过，嘛亦感谢第一线辛苦的防疫人员，尤其台南堂口的服务台，一天要接50通电话，加上专线协助民众解决问题，相当辛苦。以目前为止，台南是有2万多名这个确诊者，安南区要占1000多个，好，那目前为止有900多个还在联系，有居隔，或者说已经痊愈了。所以说，我们非常感谢公所的同仁，不管是户政事务所的支援，或者是公所同仁本身拨出人力来做居家关怀。那现在的居家照护有2个，第一个是医疗照护，我们如果每一个确诊者，我们都会帮他指定一家医院，有专责的医师来关怀他的健康状况。那么另外一个是生活关怀，生活关怀就由这个公所来做，以及我们台南市政府它本身的防疫专线，所以应该每一个确诊者他都应该有3个方向的关怀，第一个是医疗关怀，第二个是生活照护。防疫专线由这个公所每天他都会接到这个案子，他会接到这个案子，然后每天要打电话跟这个确诊者来关怀。面对台南市为确诊居家照护者所准备的防疫关怀包，就泡面、脆餡、豆浆、和泡芙等等避险当生，所以市府已经加送1支快筛剂，予确诊者需要居家隔离的亲人。以台南市现在60万，大概是60万户来讲，那每一户大概我们台南市大概186万人口。186万人口，那60万多户，那每户平均大概是3个人。那所以1个人染疫，那其他2个人要0+7的话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些这个快筛试剂，让他们可以这个去照顾。一方面，其中1个人照顾染疫的人，帮他送饭送菜或支持他。那另外他又本身要出门，所以我们的快筛试剂会从这个方向来考量。随着确诊民众愈来愈多，中央防疫政策嘛随时调整，市府提醒民众一定要配合各种的方法，共同为防疫努力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根采访报道。